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希地頻道，又嚟到公屋大變身嘅第二集啦。而家望到畫面呢，呢個公屋單位就因為舊租客搬走咗，咁就翻新公屋俾下一位租客啦。大家見到個裝修都比較殘舊，應該都由90年代開始住到而家噶啦。而呢位舊租客呢，就應該係一位老人家嚟嘅，而政府就幫佢裝咗個樓梯機方便上落嘅，咁就當然拆咗啦。咁今日維修就望一望先，因為呢個單位都有翻咁上下歷史啊，所以呢，有好多掣位啊或者燈掣啊都要加翻落去嘅，加上有啲防火設施嘅煙霧頭啦，亦都要更新嘅。首先呢，就要喺樓上起咗啲地板啦，咁就每間房2至3個孖蘇啦，視乎間房嘅大細。樓上 landing 就通常有一個蘇位啦，有一個嘅煙霧頭啦，每間房就有一個獨立嘅燈加燈仔。由於樓上每一間房都係得一個蘇位所以就要做手術啦，要起晒啲地板，跟住呢就進行改裝啦。咁有啲線呢就俾樓下嘅，有啲線呢就俾樓上嘅。咁而家呢個呢喺樓下呢要做暗線啦，即係將啲線同埋將個線盒呢藏喺個牆入邊。當然啦，藏喺牆入邊呢就比較靚仔啲。不過呢個功夫呢就多好多啦。首先要鑿坑啦、藏線啦，跟住要做翻批檔之後先可以上油漆嘅。不過當然啦，如果翻新單位未有人住就冇乜所謂啦。房呢就原本得一個蘇位，就變翻3個蘇位啦。而家呢個大廳位呢，淨係得2個蘇位，咁又要變翻做4個。咁呢，而家做緊呢個呢，就係個燈掣因為有2個出口，就要做翻一個 two-way 掣俾佢。因為原本得一個掣嘅啫，而個 hallway 亦都一樣啦，亦都要整翻個 two-way 掣俾佢。好，最後嚟翻嗰個 room tour 先，整咗7-8個掣啦，燈掣啦。廚房就最少嘢整嘅，因為我相信係幾年前再翻修過一次噶啦。因為呢啲公屋呢，佢會定期去有啲 project 俾佢嘅。譬如浴室嘅翻新啦、廚房翻新啦，或者屋頂翻新啦，有時有啲就係加太陽能板啦。其實住公屋真係幾多福利。